成绩下，我会想给这样上课，给这样上课的讲师讲的遐内容，心情蛮好的，心情蛮好。大家要并认识一下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按时间到了吗？好，各位同学，大众全齐。前到前，点头是飞，前到一鞠躬，坤到一鞠躬，点传是好，点传是好。好，请坐下。今日各位讲师、各位助理、各位朋友、各位专属人才、各位组长、各位专属人才，大家午安。点传是午安。我咧精神真好，安尼其实讲吼。若有担当即个课程吼，实在讲我真诶是不熟的，真是无解好的。所以讲无解好吼，为了担当即个事情吼，袂使真失败，因为咧讲诶人吼，气力若无够，煞变了完太困难。所以利用即个中昼诶时阵吼，有国外甲神父吼，安尼吼，甲咱进动体育，互咱吼，迄个困吼会斗去安尼啦，吼。就咱现在咧，咱就来邀请咱的中心的神父咧，来讲一个，互咱吼，迄个破魔武器，较听吼，搁听一个，迄个较优美的迄个国感吼，安尼来吼，就较袂爱困啦吼。咱先请神父来上台，来讲迄个故人吼，了，我来解说一个论话啦吼。让热烈的掌声来！
有好听无？精神好无？好听无啦？好就金暗底呢，好听无啦？老后一回啦，见好就收啦。父母甲咱赶走吼，安尼伊的任务就完成啦。真正无简单，即嘛看人咧讲简简单单的。你看呢？迄个女的吼，体力都较歹，靠影。你讲迄生偌大，今仔有保留，无毋是哦，安尼尔。因为咱是室内，咱若讲要上出咱吼，惊咱健康是袂了，所以讲吼，保留一寡安尼啦，免着出较高啦吼。所以讲来正经好靠咯，迄咱好言论吼，迄毋是干那安尼尔。所以讲就是呢，要听嘛无法度啊，等后以后开班尔吼，今仔日见头做数，拼了嘛，这国乐团吼，拼就是国乐团。你今仔国乐团先摆伫下骹，因为吼，今仔日呢，所互我要讲，因遐要团就是世界第一个啦。所以讲，因即马吼，摆落下骹，要通互咱后尾个机会，无咱若无注目吼，咱袂晓唱，咱毋知迄个词。所以讲，因即马摆落下骹吼，特别甲我吩咐我这个KK 吼，讲着你爱过试呢，你若无试吼，因下骹看无注目就袂晓唱咧，讲吼，你派我这个吼，迄毋捌电脑的吼，叫我着爱试吼，这个我负担嘛是真大安尼。我若笑到无我去，我才有当看，遐无当看，我着甲看我的落去安尼，迄就无我啦。所以我人家用心吼，用谱啦。所以讲选落下骹，要互咱看注目，头番互伊唱，来第二番，本来就咱大家合唱，会唱的尽量发挥啦吼。因为唱歌毋是歹，咱有足气就歌人唱，其实吼，咱若唱歌的人，哪唱用丹田的咱来唱，咱的肺活量会较悬，对咱的身体会较好，对咱身体会较好啦吼。所以讲其实若讲比我就爱动啦，爱活动啦吼。所以讲互我即马吼。你波较讲袂少啦，波要接受我才讲袂少啦吼。会甲恁教讲，我若会主管甲恁教讲吼，豆毛的水分讲吼10%，用尽适合体型吼，咱的身体就袂歹，安尼吼。所以讲其实呢，比我就爱动，咱人吼讲着要紧张吼，要有甩手的啦吼。要甩手吼，若甩手的时阵，讲叫你要甩1000年，讲你后法度，迄手好身体，我你身体来好，对不对？你下晡的代志，要结束的代志啦吼，下晡互我还佫半点钟的啦吼，通教啦吼，活动嘛吼，毋通平日带成才要活动，拢相反啦。互我下身呢，平日带成尔才要活动，我迄阵太袂，较早知影即个活动的好处，比你食了更较好。即拢毋是困到晚佚佗暗，晚起暗夜困，哪困死困，咱就安尼，哪困就哪爱困。困无分寸嘛吼，所以讲今仔日呢，时间真宝贵啦吼，短呢，一点钟吼，迄个国家的吼，要求讲吼读4摆啦，安尼啦，4摆啦。